明仔載4月初2是社工日，在台北社工工會呢是來公布一份調查，有約80%的社工呢是有過勞的狀況。因為這制度的支持率評分呢，煞干那28.62分爾爾。工會甲立委呢是來呼籲政府，就要檢討這評鑑的制度，減少行政負擔，同時嘛就建立全面的心理健康支持資源。拜4是社工日，是肯定社工佇第一線辛苦付出的日子。不過拜3，台北社工工會佇立法院開記者會，提出一份針對台灣社會職業安全心理衛生狀況調查。調查顯示，有約80%社工攏過勞，甚至超過20%的人佇半年內因為工課因素去看身心科。近80%的社工處於過勞的狀態。調查結果有78.18%的社工屬於中度以上的過勞，其中近50%屬於重度過勞，約等於每2名社工就有1名處於重度過勞的狀態。除了過勞的比例較懸，工會調查嘛顯示，即賣政策、社會對社工的期待等等的制度支持率評分，干那28分，根本都無及格。立委強調，檢討的制度唔通干那聽學者專家意見，嘛要採納基層社工的聲音。在檢討的這個機制當中，一定要去納入基層社工的聲音，不能是只有坐在辦公室的專家學者的意見。這個檢討必須要納入基層社工的聲音。我們的社會可以給我們社工一個合理的期待，跟看見我們多元的角色。因為我們社工像最近很多人就說社工這份工作就是要愛心。老實告訴大家，這份工作是靠我們的專業，不是靠我們的愛心成者的。立委甲工會講，社工的過勞甲欠缺制度支持力，唔那是個人的問題，嘛會牽連到規個社福體系的穩定。工會甲立委呼籲政府，就檢討即賣評鑑制度，減少社工的行政負擔，嘛就建立主全面的社工心理健康支持資源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